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我嘅 channel。最近 Twice 登上咗 Victoria's Secret 嘅 fashion show，其中周子瑜一出場就秒登熱搜。佢嗰種完美身形嘅比例配合高級感嘅顏值，真係令到全世界嘅粉絲都驚豔。你有冇發現佢嗰種嘅靚係睇極都睇唔厭，越睇越精緻嗰類？到底子瑜嘅神顏厲害喺邊？點解連醫美專家都將佢列為整形範本？我哋一齊從最專業嘅角度拆解一下周子瑜嘅神顏秘密。我哋開始啦。首先我哋會講面部比例，我哋經常聽到3庭5眼，而子瑜就係基本 textbook 嘅級別，完美協調。如果你認真去度嘅話，佢嘅比例係1:1:0.8，意思係佢上庭同中庭都非常標準，而佢嘅鼻尖去到下巴個位置就係比較短啲嘅。呢一個1:1:0.8嘅比例就係佢幼態感嘅關鍵，下巴邊段會令到人睇落去後生啲同埋可愛啲嘅。而呢一種嘅面型結構喺亞洲，特別喺韓國入邊係高分可愛嘅代表。同時呢一個比例令到佢柔和韓系嘅妝容同埋髮型都特別適合。雖然佢嘅面長係偏短，但我哋留意到佢嘅下顎骨位其實都幾明顯嘅，所以佢唔係嗰種傳統嘅細面或者極致倒三角，反而係屬於嗰種線條圓潤但係有角度。即係面頰嘅線條比較柔和啦，骨架亦都唔突出嘅，成個感覺係短而飽滿。呢種嘅面型好有鏡頭感，五官會更加集中、更加立體，一上鏡就會特別搶鏡。再講下佢骨架嘅線條，子瑜嘅顴骨係唔高嘅，中庭嘅位置都係偏橫展嘅，有少少寬度嘅支撐，所以佢造型師係好叻嘅。每次嘅造型咧，佢兩側咧都會留少少嘅頭髮，而側嘅頭髮唔單止可以柔化輪廓，仲可以令到中庭嘅位置窄啲，完美咁樣去配合到佢嘅氣質，溫柔女性化，甜美得嚟又唔做作。講到五官，子瑜令到人最着迷嘅一定係對眼。佢對眼又大又圓，雙眼皮非常之自然清晰，放大效果係一流嘅。真正令到佢眼神有神嘅關鍵就係佢下眼線同埋外眼角有9度嘅角度，加上眼尾有微微向上，呢個嘅角度好巧妙，令佢眼神有柔美感，又帶啲電力，唔會呆呆滯滯。再嚟就係講下佢嘅鼻，子瑜嘅鼻其實都好高嘅，整體嘅五官都好立體，但係佢鼻頭係圓潤嘅，線條柔和，啱啱中和咗佢高鼻梁嘅銳利感，所以睇落優越得嚟又親切，有一種自然嘅女性柔美。講到側面嘅線條，連醫美專家都讚嘆，佢由鼻尖上唇到下巴可以畫出一條順滑斜直線，即係所謂嘅美容線條。呢個角度係高顏值側面嘅代表特徵，令佢輪廓又立體又舒服，睇多幾次都唔厭嘅。最後講翻佢嘅嘴型，子瑜嘅嘴型係非常精緻，唇珠自然唔誇張，上下唇比例大概就係1:2，上唇係薄啲嘅，下唇飽滿，而佢嘅嘴角係微微向上嘅，笑嘅時候會露多啲嘅牙齒出嚟，形成呢條微笑曲線，笑起上嚟係好好睇嘅。就係呢種嘅細節，令到佢散發住鄰家女孩嘅甜美親和力。跟住我會講解下妝容部分，點解子瑜嘅面型輪廓會化呢啲嘅妝，而呢啲嘅妝又點解咁啱佢呢？先講下眼妝先，佢嘅眼妝一直都比較鮮明、利落又存在感。由於佢雙眼皮比較闊，所以眼線會畫得實啲、粗啲、黑啲，清晰係睇到成條嘅眼線，而唔係只係畫內眼線。呢個嘅做法唔單止令到雙眼皮接位更加立體，仲會令到眼神更加集中、更加有力量感，唔會顯得浮誇，反而係乾淨有神嘅嗰種。至於睫毛，佢通常都會用比較長同濃密嘅款式，配合佢比較闊嘅眼眉距離，咁樣可以放大眼睛嘅比例，令到焦點自然集中喺眼神度。另外，佢眼尾係微微向上，所以妝容上會刻意強調眼頭嘅陰影同埋珠光位，咁樣可以平衡成個眼型，二嚟就會令到人哋第一眼俾佢嘅眼神吸引住，印象特別深刻。到輪廓修飾方面，佢畫鼻影嘅時候會由眉底直接畫到落去鼻頭嘅位置，令到鼻型睇落去長啲，更加立體。但係佢又唔會刻意去收窄鼻頭，反而保留咗佢本身鼻頭圓潤嘅特徵。呢個就係佢可愛感嘅來源。光影位置亦都做得巧妙，佢會比一般嘅妝容畫得低少少，令到鼻梁視覺上睇落去長啲，從而平衡咗短面嘅比例。所以如果你中庭係偏短嘅話，呢個嘅畫法係好值得參考。
講到胭脂，佢會揀啲帶啡通或者帶陰影感嘅色系，例如好似豆沙色、暖珊瑚呢一類。佢會將胭脂掃喺眼底同埋顴骨比較高嘅位置，從顴骨向內掃，咁樣可以修飾顴骨，柔化輪廓，令到塊面睇落去更加立體，亦都唔會生眼。簡單啲嚟講，就係有陰影、有血色，但係又唔 heavy。最後講到唇妝，子瑜嘅上唇天生比較薄，所以通常都會畫高上唇，平衡上下嘅比例。佢唔會用唇筆去勾畫一個好豐盈嘅唇形，反而係用唇彩混染嘅方式，令邊緣自然過渡，但係又保持柔和感。佢咁樣做嘅原因係佢嘅三庭比例比較短，如果唇形畫得太誇張太厚嘅話，反而令到佢下庭睇落去更短更逼。所以佢好聰明咁去保留立體感同埋清秀感之間嘅平衡。整體嚟講，子瑜係好清楚自己嘅優勢，識得用妝容去放大自己嘅五官特質，同時又保留住佢一貫嘅清新氣質。希望今日嘅分析能夠令到你對神顏背後嘅比例同妝容技巧有更加多嘅了解。下次化妝嘅時候，不妨試下呢啲嘅細節去襯托自己嘅五官。今日分享到呢度先。如果中意今日嘅內容，俾個 like 我，留言亦都可以訂閱我嘅 channel，亦都可以 follow 埋我嘅 IG 有其他嘅教學短片。我哋下次見，拜拜。